大家好，今日會講 FF7 第3集嘅一啲傳言。2026年5月5號，有人喺 Reddit 自稱喺即將6月嘅 Summerfest 員工得到一啲資訊，所以我將佢哋簡化同翻譯，放心係冇劇透嘅。首先係預告同標題公開日子，同我喺 Thread 嘅猜測一樣，喺6月5號嘅 Gamefest 前後就會公佈。標題係 Return， 發售時間寫喺2027年初，我自己估就1月31號，因為係原版 FF7 嘅發售日期。可遊玩嘅角色多咗3個，地圖大咗2倍。畢竟今次可以去到成個世界，動畫比 Rebirth 多咗3倍，而且有一個全新戰鬥系統，比較接近原版回合制，但詳情未知。同時保留咗重製版嘅戰鬥方式，供玩家自己選擇。接住落嚟就講詳細少少，仲有自己睇法。首先爆料係有提到新嘅遊玩角色嘅其中一個將係全新角色，預告會見到佢，不過玩法唔會公開。我見到有人係理解做原創，因為英文係 brand new。我個人偏向應該係 Zax 嘅，因為你細數翻 Rebirth 嘅 Winston 同 Cido 係玩唔到，如果第3集係用到，都佔咗2個位啦。畢竟原版就係用到9人，而 Zax 喺 Rebirth 最後有得用，明顯第3集會佔大氣氛，所以我估係 Zax 好正常。基本上都肯定 Sephiroth 係唔會洗底或者正式加入，呢點網上其實係有洗底推測，暫且唔作延伸，到時出預告我有興趣解釋再講啦。最後係標題選擇 Return 嘅原因，第一個係回歸 FF7 嘅世界，第二係回歸舊有嘅對戰系統，第三係同故事有關，應該係指回歸星球。如果大家想睇更詳細，就去 Reddit 睇啦。而文中都冇提到係咪獨佔 PS5， 當然我都要戴翻頭盔。以上內容唔一定準，只係拉高大家期待。好想快啲6月啊！